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罗你，因为你的慈爱大甲拄天，你的诚实甲强冲。上帝啊，愿你悬大搬过即个天，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这时，咱要请敬拜团来带咱赞美。大家平安，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赞美我们的神。那如果需要休息的话，也可以随时的坐下。那我们今天有一首新的诗歌，大家可能还不太熟悉，不过我们可以用这首诗歌来向神感谢，因为他的恩典使我们有全新的生命，因为他的恩典更新我们，使我们可以脱去我们的旧我，我们可以在他的殿中一同的来敬拜。那我们一同来赞美他。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我们有全新的生命，向他献上感谢，放下一切忧愁，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泪，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盼望在于他，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再一次盼望在于他，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就是一过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放下一切重担，我们可以单单的来赞美他，因为我们因着他的恩典有全新的生命，可以来向他歌唱，放下一切忧伤，放下一切忧伤和羞愧，放下一切痛苦和惨烈，主我来到你施恩座前，放下一切忧伤和痛悔，放下一切重担和忧虑，紧紧抓住你唯一的主，恩典在于他，恩典在于你，恩典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再一次盼望在于他，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盼望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就是我，就是一个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就是一个都变成新，我已被救赎。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盼望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恩典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是的，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着他的恩典，我们才有全新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在他的殿中，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我们用下一首诗歌一同来敬拜，我们将所
所有的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我们用歌词来敬拜。这世代都要因着你而欢喜敬拜。这世代要全心的敬拜，坐在宝座上全能的神。这世代要一心称谢你作为高举你生命。荣耀，荣耀归于你，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你，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全地都敬拜你。是的，主，我们因着你欢喜快乐，你在全地和其内。时代因你欢喜快乐，你的名在全地和其内。这时代要歌颂高举你的名，永远依靠你。归于你，圣哉，圣哉，圣荣耀归于永在的神，全地都敬拜你。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依靠耶和华，你慈爱不动摇，你的能力显为至高。我们靠耶和华，就是歌颂伟大的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靠耶和华，我们依靠耶和华，你慈爱不动摇，你的能力显为至高。我们依靠耶和华。歌颂伟大的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荣耀，荣耀，荣耀都归给你，荣耀归于你，圣哉，圣
的神，愿主在上荣耀，永在的神，神的有情，现在的永在的神，现在现在永在，我们敬拜他，愿你都敬拜你。我们持续站立。请咱继续听着，咱要来做咱的信仰的告别。书读圣经，咱做阵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日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是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时，咱共款要来徛伫来客一文，客一文第13篇，诗篇51篇。请坐。我来客，恁来应。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也洗清我甲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俩。因你讲到你讲话的时，显明罪义。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听的是心内的诚实。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甲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予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
这是咱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上帝啊，求你感谢你用话语搁一摆来坚固阮的信仰。有时阵，阮会照阮家己的心思意念去祈求，希望上帝会当紧紧成就。一旦若所求无得到应验，阮的内心会着急，会灰心，甚至埋怨。亲爱的主，阮求你会当搁一摆来体谅阮的软弱，求你搁一摆来坚固阮的信仰，求你帮助阮，搁较亲近你，互阮的信仰会当徛牢伫你的身边。主啊，阮也求你会当看顾阮的子女，会当无受到迷惑。伫个即个世界有侪陷阱，求你坚固因，阮的信仰会当搁较好。主啊，阮也将阮的年长的是大人，求你也看顾因的肉体。虽然因的肉体因为年纪渐渐大有衰弱，愿主你也甲因支持，因的出因的入拢有主的看顾。主啊，阮也要搁一摆求你来赐互阮智慧，会当明白是非，会当温群做工。愿主你甲阮即个教会会当带你搁较坚固，侪人来礼拜堂来敬拜你。阮安尼将阮以下所祈求的拢摆上阮的感谢，阮也伫你的面前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阿门。
感谢圣歌队带来美好的歌声。这时，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创世纪第4章第3节到第8节。第3节，我来读，恁来听。第3节，甲以后，该阮将土产做礼物献予耶和华。阿伯也将羊群中头生的羊甲伊的油摕来献。耶和华眷顾阿伯甲伊的礼物，总是无眷顾该阮甲伊的礼物。该阮就大受气，变面。耶和华对该阮讲：“你啥事受气？你啥事变面？”第7节，你若行好，却无得到甘纳；若无行好，罪孽埋伏伫门口，伊要乱无你，你要管辖伊。第8节，该阮甲伊的小弟讲，以后因伫山内的时，该阮讲给伊的小弟阿伯，该抬死。这时，咱要请蔡长老甲咱证道罪与罚。请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请你准备给我讲平安，平安。哎，出于你的心好不好啊？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充满着平安。今天那个思雨说，哎，他从台中来说，哎，你怎么记得我的名字？我家的小猴子叫诗涵。所以我对诗这个字特别诗情画意，特别有感觉。今天也很高兴有很多新的弟兄姐妹到这里来，不管是你第一次来、第二次来，我们都非常欢迎你，因为我们是个大家庭。这大家庭内底，欢迎每一个到这个所在。这个地方你们一听，好沉重的感觉，罪与罚。我这个礼拜应该是上个礼拜，想想看，我犯什么罪没有？没有嘞。我循规蹈矩，我绝对无犯罪。我透早起来吼，我某煮我就吃3碗，然后我去上班。我上班很准时，我上班也没有打瞌睡，也没有偷懒。那我准时吃中饭，那睡个午觉，从公园都会睡午觉，这个是很不好的习惯，可是我已经养成了。然后我下班，我很认真加班，没有呢，我从来没有跟人家吵架。这个礼拜我都没有犯罪，觉得自己都没有犯罪的，请你举手。那拢还无答啊！好主席，你无举手哦？无啊，我无认真读圣经。罪这个字，有罪就有罚。罪，我们说是罪。如果要我当了35年法官，要谈罪，我最会谈。什么叫罪？在法律上就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然后由司法机关去执行。这罪有罪刑法定主义，那么那个无罪推定，所谓的罪疑为轻的罪刑明确性、罪刑具体性，那么罪中有义有利被告，反正讲的罪，而且一定要有一些构成要件。您听好不？听不？为什么？我们又不是上法律课，对不对？一上法律课要上很久。罪是立法机关定一个东西，说你这个样子叫做犯罪，然后要科多少的刑，然后把你抓去关，那就是罚。我们今天不是谈法律哈，我们不是上法律课，我们要上是什么？信仰上的罪。什么是罪？我们有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圣经有的记载什么？一个行淫的加甘霖的妇人。那在犹太的律法是什么？行奸淫的妇女要用什么？用石头把她丢死掉。讲起来就残忍的吼啊！因那社会的扛鬼，但是以前就是这样，以前律法就是你行奸淫就做不道德的行为，那你要抓过来，然后大家来在一个地方啊，大家就用石头把你丢到死掉。当然现在不可能有这么残酷的行为，但是相对的，那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看到圣经里面有记载，他们要故意要为难耶稣，因为耶稣说不可杀人，耶稣说要有爱，然后我就把这个人抓过来。那么耶稣啊，他该怎么办？我没有指你们哈，我是指这样他该怎么办？耶稣不讲话，我们看到的圣经怎么讲呢？圣经按来讲呢，圣经讲说耶稣就蹲在地上写字，其实他们考据是画圆圈，那耶稣没有讲话。那个行奸淫的妇女是非常害怕，想说就被石头打死，非常害怕。耶稣头抬起来，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可
可以先拿石头把他丢死。你无罪吼，你都无犯罪，摕石头给他钉死。圣经怎么记载？那个想他石头的人，本来手上已经拿了一堆石头了。想一想，我没有罪吗？犹太人很注重罪，摩西的律法就612条，谁没有犯罪？谁没有说谎话？爸爸就忝的，天天来，你甲讲爸爸无伫咧啦，你每天都在说谎话，石头就丢下去，默默的走开。耶稣问那个妇人说：“有没有人丢你石头？”妇人说：“没有。”他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后面有一句话：“但是不要再犯罪，认罪要再悔改。”就罪。人类有没有罪？有。原始罪里面有，在以甸园里面有善恶树，有生命树。上帝说：“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你不能吃哦，吃了会死哦。”耶稣是说，生命树你可以吃，吃了你会活，会有永生。可是魔鬼就跟夏娃说：“耶稣，上帝讲的，上帝怎么的心胸那么小？他上帝要怕你有智慧，跟他一样聪明啊，看你胸巧，这嫉妒啦。上帝嫉妒你啦，所以你就吃啦，没死啦，给你骗的啦，没影啦，吃看卖，足好吃的啦，非常好吃啦。笑啊，吃一吃，真的好吃亚当。所以听说男生吃了以后就有一个苹果核你摸摸看男生都有苹果核，吃了苹果。这是人类的原罪。那你又讲一句话，那个上帝怎么这么重根？上帝真的是很顽皮，上帝就不要照那个善恶树就好嘛，对不对？上帝要给人有选择的权利，就像你们今天选择来这里做礼拜，你也可以选择去逛街啊，也可以选择去百货公司啊。天气这么热，你选择一个有可以吹冷气，然后又可以玩的地方啊。为什么你要来这里做礼拜？这是你的选择啊。你要选择堕落到永火，那个永远的那个地狱之火，还是要选择永生，跟上帝同样在一起？那是你的选择。所以上帝会给人家选择，但是给人类的选择，人类往往因为自私，人类要想变得聪明，就像小时候，我们经常现在我们看到那个艺文的小孩子慢慢长大，我想因为以后会做一件事情。囡仔会补习啦，袂对人袂丢了，要补习，否则会跟不上人家。所以一直补到出社会还在补，一直补习。上帝的话有时候没有放在心里面，一直补习很重要。所以我们圣经说，义人的罪，因为亚当的罪进入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称为老亚当有罪性，罪跟着我们来。义人的罪。可是义人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救赎，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义人的罪让我们都犯罪，就是告诉我们，众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上帝的荣耀。就用我自己来讲，我在想我的这一辈子里面，这信仰里面，我真的亏欠上帝太多的荣耀，我犯了太多的罪。或者也说没有错，他有罪，我比你有更多的罪。比你有更大的罪，我在这里跟各位讲，我定人家的罪，每次我心理上的负担都很大。35年我判的罪之中，把人家抓去关的，你觉得都对吗？我经常在反省自己。那时候为什么你放弃当法官？因为法官的如果退休金待很优渥，1个月还有18万。我放弃以后，我如果退休1个月大概是剩下4-5万。可是我觉得我有罪。这35年来，我敢讲我没有冤枉过别人吗？我不敢讲虽然我觉得我很努力，而且我的成绩非常好。我敢讲我的成绩里面，因为中研院给我的评价是99.7% 及格。可是我觉得我一定有冤枉人，也许有被关在里面的人是我冤枉的。等于上个礼拜，各位在电视上、在媒体上都有看到一个在台东。其实那是台东了，没有写地方。所以有一个县民被诬陷，被抓去关，有没有？破台湾3大毒贩，3大那
一个姓林的林某某的，就是一个台湾3大毒贩，大家20-30个人都是深功嘉奖，花了好多的钱。功劳者是一个卧底的县民，那个跑到监察院来，我就立刻带着调查官下去调查，3个月之内就拿调查报告，现在出来了，所以有很多委员怪我说，蔡某某啊，你不是调查案子都会，我们通常都3个委员调查吗？都会。我大概里面调查最多的大概有200件，他们拖着我就变成600人次，600个人在调查嘛，600人次嘛。可是这个案子怎么你好像很自私的，因为你觉得这个案子很大，就赶快带调查官下去调查。刚好那一天他们也去台东花莲巡查3天，去史前博物馆巡查，去嘉南什么度假村巡查。所以监察院说要删掉我们监察委员的巡查，说我们都在玩。其实对我来讲我也很高兴，这样我可以多少看到一些监委要拍事件比较好拍，我就下去巡查，因为他的那个金属店被开枪，他家里被开枪，他没办法躲到他朋友的那个家里也被开枪，跑到监察院来说：“监察委员救我啊！”我们就下去帮他厘清，叫警察保护他。这个报纸在上个礼拜登得好大，可现在发生一个问题，很多人在骂我，因为这个案子如果真的查清楚之后。我写得很清楚了，其实我查得很清楚，20-30个人升官，20-30个人发钱、发奖金嘛，20-30个人记功嘉奖，包括那个检察官，那个已经老早带去检察官前面说他要做卧底县民，检察官刚好出国回来忘掉了，就把他起诉判15年，怎么办？会害死很多人呢。这个人根本名不见传，就把他抓去关算了啦，冤枉归冤枉，反正有20-30个人得到利益就好。这样吗？记住各位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耶稣爱的是每一个人，不分你的贫贱富贵。耶稣所爱的是每一个人啊，所以说什么叫罪？人类的罪是从过来的，所以我们的原罪是亚当的罪。我们知道也有这些善恶树，你不能吃，吃了会什么？会死。死什么死？肉体的死还有灵命的死吃了我们生命树的话会活，所以神是圣洁的，我们跟神是隔绝的因为亚当让我们跟神隔绝，除了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所以相对的，什么叫信仰的罪？信仰罪里面，通常我们在生病都有一个叫做病识感，有4种病识感，也就是什么叫病识感？也就是我尤其忧郁症最多忧郁症，我有忧郁症，可是我不知道尤其那种重度忧郁症的，其实重度忧郁症多少知道他有忧郁症，可是他不知道他是重度忧郁症，他辨识感不够，所以变成第一种是完全不知道，第二种是知道一点点。那等他心理上很不舒服的时候，他走到那个高楼上，我难过，我活着干什么？嘣就跳下去了。台湾1年自杀率很高警察只像有配勤。我们曾2个月之内有6个警察自杀，压力很大。等一下我会讲，也有法官、检察官自杀，压力很大。有时候想说，你为什么压力要这么大？你有的吃，有的睡就可以吧？可是我们就是压力很大，要跟人家比较。所以那个重度忧郁症者跟警察一样，他有配枪想不开，为什么都是我在值班？嘣！自杀是最自私的行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听这句话：自杀是最自私的行为，因为你自杀，你一了百了，你顶多下地狱嘛。可是你的家人活在世上是很痛苦自杀的人家人都非常的痛苦，为什么？一辈子的亏欠，一辈子的内疚。你一个人好像无所谓，我自杀了，可是一辈子内疚，有辨识感。还有一种是什么？有辨识感是知道自己有病，然后去求医。依照目前的科学，依照目前的医学来讲，其实都可以得到医治。一种是完全知道自己有病去求医，一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有病。那罪识感也一样。怎么叫罪识感？我们都认为说我们非常的好，这是一辈子清白。尤其在告别式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听到有人起来讲，这个人真的毫无瑕疵。非常好的丈夫，非常好的爸爸，非常好的妈妈，非常好，这个人一辈子没有瑕疵。
所以我有时候都觉得说，在告别式我们都是说谎比赛的场所。你觉得告别式有人会讲说这个人这个有哪一点不好，哪一点不好？其实我觉得美国人更好玩，他们有时候在告别式都会有人上来讲说啊，这个人我当下都最爱啉酒诶，喜欢喝酒，是不是？他们有时候会讲一些半笑话。可是我们的告别式里面，清一色在说谎比赛的场所。想一想也对啦，就是安慰这些遗族嘛。如果你讲说你先生没有那么好，这个也讲也不对。所以我们最起码选好的部分来讲，也没有所谓的对跟错。但是我们相信，也就是说，圣灵来的时候是叫我们知罪呀。所以我们说礼拜前，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静下我们的心，让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才知道他咱讲咱信息要给他公证，圣灵要跟我们讲什么，那我们跟神亲近啊。不是我们一做礼拜好烦躁的感觉，做礼拜一边是讲，我家属唔知有乖无，我刚才无能呢，老师若无乖我做礼拜了唔知臭回答无。我们做礼拜有时候想东想西，我做礼拜，我小孩子在家里不晓得有没有好好念书，可能又去打电动玩具的，可能又怎么样。弟兄姐妹们，做礼拜静下心呢。神替你做主，神会加倍祝福在你身上。你放心交托给上帝，你放心交托给神。所以我们说破坏神的律法的，其实罗马书5章13节讲的是什么？是因信称义呀。也就是说，你们成全律法称义有2种，一种是完全的律法，摩西的612条律法你完全遵守，做得到吗？做不到啦。蔡崇义也做不到，我不晓得各位做得到，我相信你们也做不到啊，不可能做得到。还有一种是什么？因信称义。什么叫称？称为义，而不是真的是义。也就我们尽量学习主的样式，尽量让我们当一个义人，就是因信称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所以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要有信仰的骄傲。我做基督徒，我都没罪哦。我做基督徒我讲话足实在哦。我是个基督徒我做事情都非常的好我这个基督徒多好。你有罪啦，撇除罪，你有罪啦，你要改啦，你还得信基督教啦，不然你有罪啦。所以讲我上一届的立委有某个立委，也是我们基督徒，经常一天到晚，他很早来开会，一开会就在指责别人，你们这些人都有罪。他的脸书不得了脸书每次写一段经文都5、6千个人去按赞。他们都说他非常好的基督徒，一天到晚在讲别人有罪，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拜托各位，今天我之所以讲罪，是我们自己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罪，而不是指责别人有没有罪。阿忠啊，你有罪啦！我讲啦，你今日读圣经读无够啦，你有罪啦！你安怎啦？你安怎啦？我们手不要一直指责别人，应该反省我们自己。你应该跟人家讲说，你来信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是罪，就像我自己都觉得说我哪里不好，哪里不好，我是不对的。所以，但是我信耶稣以后，我觉得心上比较快乐。虽然说我仍然认为自己我有罪，可是我觉得我得到释放，我得到讨绑，我每天精神觉得很快乐。所以我们跟人家讲基督徒的信仰，绝对不要指摘人家的罪，因为你自己本身是罪人，你有什么资格去指摘人家的罪呢？所以有时候法官我不当的原因是我一直笑一笑，我有什么资格去指摘人家的罪？所以我就干脆35年来，我就干脆放弃法官的逮捕，当上中华民国大概也是唯一一个。这里都有罪。我们看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亚当夏娃生了2个孩子，一个叫该隐老大，老二叫亚伯，一个该问，一个阿别。他生了2个小孩，该隐做什么？种物件，种大麦啦，种这些农作物啊。亚伯做什么？取牛啊。然后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哇，他们就开始献祭。那个亚伯献祭就去选那个头生的最好的，没有瑕疵的，献给上帝。包括自由全部都烧光，那就燔祭，全部都烧光，那黑牛兄弟，那个非常有诚信献给上帝，说上帝，我将最好的献给你。
那该隐呢？他种了很多稻子嘛。我爸爸说要献祭啊，来，串两个啊，反正上帝要献祭哦，这个祭坛哦，都用石啊贴贴来遮大个，来，我来，刮，凊彩刮，就甲弹起哩，烧得更较紧，想烧了。所以圣经讲什么？说上帝喜欢亚伯的祭，而不喜欢该隐的祭，所以该隐就什么？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变了脸色，用台语来讲哦，足趣味，叫做变面呐。变面嘛吼，你捌变面无？你捌看到人变面无？有啊，两个小指指的变面，什么叫做变面？就准备要弯啊啦，准备要迄个啦，迄叫做变面呐，变脸呐。圣经讲的变脸，感觉上好像没人说台语啊，讲变面吼，迄个得准备要抢啊，变面啊，我叫你变面哦，你个讲，我就变面，变了脸呐。那我们在想一件事情，这个上帝在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到他看中了亚伯的祭物，但是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上帝不公平吧？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兄弟是不是只要吃那个羊，爱吃那个臭的，吃荤的，不喜欢吃素，所以他不喜欢他的作物嘛，兄弟是不是爱吃荤的，不喜欢吃素？是还不是？我想你不敢讲嘛，对不对？哟，兄弟，怪怪的，兄弟好像喜欢吃荤的，他都叫我们献牛羊然后那个好像没有人献稻谷，其实有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些感恩节都会那个番薯啦，那个番薯啦，那个什么那个农作物都会拿过来，不是最主要是什么？这告诉我们，最主要他是上帝是看到的是他们的信，你们看到，因为该隐献给上帝是什么？随便抓一抓，就献给上帝。可是亚伯是什么？亚伯所献的是头生的呢，选那种无瑕疵的，可是头生的呢，这当他生出来上好的物件。那讲古代很注重长子能够大孙点没囝，其实我们有这个观念呢。所以那个信，这个信是什么？诚信。因为亚伯知道对上帝有诚信，他有那个敬畏的心，非常相信上帝，所以他献那个最好的祭物。该隐有没有？随便信，心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嫉妒。我一直在强调，嫉妒是人类最大的罪恶，冷漠是爱心的结束。我们会不会嫉妒？会有。而且这种嫉妒最可怕的是什么？对朋友之间的嫉妒。那个囡仔奇怪，阿明都头壳安怎？阮两个嘛拢大学的教授，他生这个囡仔较读册，都读书。阮隔壁那个阿明啊，因老爸干那做光务车呢，看到伊成绩好，都足唔甘愿呢。我们会不会？会。人类很喜欢嫉妒，嫉妒是一个最大的罪恶。所以拜托各位弟兄姐妹们，爱看人好，不要见不得人好。我们反而要欣赏人的好，欣赏人。今天我们看到义兴在拉小提琴，我觉得他越拉那个笑容越多，他越拉越好，我很高兴。不是说义兴你会拉小提琴，我为什么不会拉？我不会拉是应该的嘛，我没有学嘛，不像像现在弹琴的比我好听，但是我嘛要弹落来咪咯。但是不管怎么说，上帝希望这是什么？我们不要嫉妒，反而是要让人家每一个人都得到最好的。所以，不管爱迪生所讲的，还是那个海涅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失宠跟嫉妒，从此天使堕落。”海涅是个诗人，德国的一个诗人，他会使天使堕落。天使也是嫉妒啊，嫉妒上帝比他行所以他要成为魔鬼。所以在歌德也是德国的一个诗人非常伟大的诗人。歌德讲一句话：“争愤是积极的不快乐。”嫉妒是什么？消极的不快乐啊！嫉妒本身容易转化为憎恨。为了嫉妒那常常做迄种唔对的代志，做犯罪代志。那有关于罪的惩罚，今天的时间关系，我就不特别在前面。我要讲的是罪的救赎。惩罚是一回事，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罪，每个人都有罪，尤其我比你们都犯了更重的罪。
所以说我有时候真的是，你说读圣经，昨天我还跟我太太在开玩笑说，我关家里的圣经真的是不是我讲到我的圣经是好几十本，什么版本都有。可是我有些很多的导读本，很多的注释，我看了没有呢。有当时我才做冰单，干嘛讲我才做跳苗我斗一个。但是罪的救赎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有审判。这指的是什么死？第二遍的死。咱人肉体死了后，肉体死了以后，我们还有第二次的死。所以基督的显现给我们是什么？他不是说要来审判，他要来第二次的显现，但不是要定我们的罪。那告诉我们，他要来是给我们永生，他带来的是救赎。所以人分成两种，一种是相信耶稣，而且遵守耶稣的话去做的，那么得到永生；另外一种是不信耶稣，继续在罪中生活的，之后在启示录告诉我们，他们受到永刑之火啊！那伫火炉啊，永远的艰苦啊！所以咱来知影讲，一个人的过失，亚当的过失，互咱带着原罪；可是一个耶稣基督的救赎，互咱得到救赎啊！这是廉价的恩典呢，可是这是宝贵的恩典。恩典是白白得来，但是非常宝贵。空气有没有廉价？廉价吧。你现在有没有吸空气？现在没有吸空气的人，请你举手。没吸空气的人，请你举手。你以为空气不重要啊？你若无空气，你要知影讲个钱偌济，你就换无。你的水不重要啊？咱若较输咧，当着咧旱灾无水好，我逐个足紧张诶。咱念进电嘛，感觉足重要。电那个还是人造的，空气跟水不要钱呢。上帝给你空气免钱，可是你珍惜吗？我们人类把它弄得乌烟瘴气，你珍惜吗？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称义，很重要是因为称义，我们可以得到救赎。我们为什么信耶稣基督？我们呼求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恶行远离我们的恶行。我们靠近耶稣基督，我们来信耶稣基督，我们会得到救赎啊！因为人人都有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我再强调一次，我们都有罪，我们亏欠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很重要。因为上帝经常告诉我们，尤其我们的老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和这个前提是什么？认罪要加上什么？悔改啊！如果你光认罪不悔改，有用吗？没有用。认罪不等于一定会悔改哦。上帝，我有错啦，但你有没有改？没有改啊！上帝，我喝酒是错了，我喝酒是错了，这个喝酒是不对的行为。我今天绝对不喝酒。可是上帝，我没有讲明天呢，我明天继续喝，因为上帝，我只是说我今天不喝酒而已。所以我们的那个6月11号，我们有去看那个谢长老，他有带我们去看那个神迹，有没有？摩西，这摩西的神迹里面有一个人扮演的是什么？法老王的角色，因为摩西要带他们出埃及嘛。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有降下很多的灾难，4个灾难里面，法老王说什么？啊，我有罪啦！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走好了，我有罪啦。可是法老王有没有悔改？没有嘛。若有悔改的话，怎么会去派追兵去追他？会有红海的事件发生。所以认罪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悔改。所以认罪悔改是双胞胎。若你只有认罪，那没有悔改没有用。所以认罪一定要加上悔改。请你不要记住，有一本书，在俄国有2个大作家。其实俄国它是一个那个文学底蕴非常深厚的。那2个大作家里面，那我们都知道托尔斯泰爱战争与和平嘛，那世界名著。托尔斯泰写了很多爱的小说，可是还有一个叫做杜斯托雷夫斯基，他写了一本也非常的有名，号称俄国2大名著，它叫做《罪与罚》。这本书里面在叙事说，那个男主角是个大学法律系的学生。这个法律系的学生他家里非常的贫穷，所以他等于借宿，他
他等于说租房子在一个典当在做当铺的一个老妇人的家里，然后他是个法律系的学生，很有正义感哦。他之后他看到这个在当铺里面，他看到这个在当铺这个老妇人哦，好苛刻哦，人家在当铺的东西值100块，人家很缺钱，你要当给我100块，这完全不成比例呀。然后3天你没有来赎回的话，东西就输我他到第5天以后拿钱说我有钱了，我说不行，要赎回我还要再加倍。如果现在用语叫做高利贷的吸血虫，这个法律系的学生家里又贫穷，每次那个房东对他又很不好，这个老妇人非常不好，这个老妇人非常的有钱，他说不公平嘛。然后他去看，因为他是大学生，他看了很多，尤其看到英国有一个罗宾汉劫富济贫，他说我应该是这样做，这叫正义嘛，我把那钱拿了，让我去周济这些穷人，这样好不好？好像觉得很好啊，所以他就本身用斧头，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砍死掉。整个罪已经充满在他的心，砍死这个老妇人。所以在砍老妇人的时候，这个老妇人的妹妹也在旁边，他顺便把他砍死掉，杀了2个人，然后把他钱全部抢走。他拿了这些钱之后，他想说我要好好的将这些钱分给这些穷人。可以觉得你会这样做吗？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讲说我要拿了好多的钱来周济穷人，结果拿了好多钱之后开始吃喝嫖赌啊，就像经常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给我什么大家乐，给我乐透中大奖，我中大奖以后，我一定像恩友教会一样，把钱9%都奉献出来给这些没有东西吃的人吃。可等你中大奖以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中大奖的人10个里面9个人都晚景凄惨，因为什么？一直花钱呐、人家知道你中奖，就一直在跟你借钱呐、然后开机就怕去花钱很快，一下就没钱了。他拿了这些钱之后，他开始就是说，我的辛辛苦苦打死1个人，打死2个人才拿到这些钱，我当然要享受一下，所以他就开始吃喝嫖赌。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妓女，这个妓女很漂亮。他为什么当妓女？因为他家很穷，他爸爸妈妈死掉以后，留下一大笔的负债。他为了还这些负债，只有下海当妓女。结果他就看到以后，就很同情他，2个人发生恋爱。这妓女是个基督徒。不对哦，当妓女怎么可以当基督徒？我们真的比妓女好吗？我们在批评别人说，当妓女怎么可以当基督徒？当妓女怎么可以当基督徒？贝鲁，当妓女可以当基督徒吗？我们经常讲在上课能不能抽烟？不行。那可是我抽烟在上课可以不可以？可以啊。我们经常会自己制造我们的逻辑。他自己的迫不得已他当妓女，可他就好好劝他。他知道他经历以后，就跟他讲：你是个法律系的学生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要去自首，就他真的是听他的话，就要去自首。自首了以后，他被判8年，要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做苦工8年。这个女主角就陪着他到西伯利亚去照顾他的生活。西伯利亚那时候条件非常的差，非常的差，所以他到那边之后，他才发觉到说：我错了，我为什么听你的话？我不自首的话，人家还不知道是我杀人我也可以享受我的钱你看我在这边，你看受苦啊，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什么连吃的东西都是个问题，每天身体都受伤，所以他对这个女主角非常的不好，把她虐待的她快死掉了。他才发觉他真的是非常的爱她，所以他就之后他就发觉他错了，他在上帝的面前忏悔。说不对的，如果你好的话，我尽我全心全力的爱你。那女主角终于好了。故事结尾告诉我们，她最后受洗成为基督徒。这托雷夫斯基都是托雷夫斯基经常写的小说里面，他最主要的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罪，但是我们要悔改。其中里面有几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来参考。他说，惩罚是一种罪，但是罪的叠加是惩罚。有时候惩罚不见得是对的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小孩子不对，
我细汉以前都没用讲过，现在不能打了哦。我现在讲是我小时候的话，你不要现在听完以后说蔡长老讲说，蔡崇义长老讲说，小孩子可以打，回家以后，小孩子你不对，叭就把他打下去，那是我们小时候哈，现在不行哈，一打下去的话，你就算是爸爸妈妈的话也犯罪哈。他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是卑鄙的东西呀，什么都会习惯的。你觉得这句话用在你的身上合适吗？我觉得用在我的身上是合适的。我们有时候会习惯于懒惰，习惯于犯罪，习惯于卑鄙的东西。我们有时候相常的，现在有两种太阳能够深深的震撼人的心灵。各位注意听哈，第一种是什么？崇高而真实的信仰。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之中，我们看到很多崇高而真实的信仰。第二个，注意听哦，人内心深处的恐惧。有没有人内心深处的恐惧？有呢。我们人其实内心深处的恐惧耶。我们就在遇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人内心深深会恐惧，所以人对真实的自我的时候，要检讨，要面对，才能够得到真实的救赎。我们在认罪的时候，跟上帝认罪是要全部的认罪，然后要真正的悔改，那才会得到真正的救赎。所以他托雷诺斯基死的时候，他的墓碑里面就刻了一段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的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一生强调的就是爱，爱是一种力量，爱是让我们人类得以发展的。做结尾来讲，最近我们在灵修代表网都收到一则故事，有没有？我们经常看到美国有一个律师，这是一个爱心的律师，有没有？这是美国一个暖心的律师哦，那个律师啊，非常的有爱心。那是在美国呢，美国就是不成文法国家，美国的法律是法官可以去用各种的情况去做判决。我们叫大陆法系的国家，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如果这个法官在我们台湾当法官的话，老早被免职了。台湾要依照法律来，在美国，哎呀，交通罚单，哎呦，你很可怜，那我撤销你的罚单，哇，大家拍手。你看台湾如果法官能够大家每个都这么有爱心的话，多好。哦，如果台湾能够这样子，我也希望永远当法官下去呀。因为你虽然很可怜，那好，我就免你的罪。在美国的法院就曾经发生一个老妇人，在美国1930年，那是经济不景气的时代。经济大恐慌，非常的差，足可怜的啦，大家都没物件通吃啦，生活很困难。结果一个老妇人去偷了3块面包，被抓到法庭来。法官问他：“你有没有偷面包？”有。你承认你有偷面包哦？是的。你为什么要偷面包？我有3个孙子，他的爸爸妈妈在战争的时候死掉了。我这个3个孙子，我找不到工作。本来我也在帮家洗碗，可是人家看我这么老了，不要用我。我们好饿，我们要饿3天了。我饿死没关系，可是我3个孙子还这么小所以我看没有人注意，我就去偷3块面包，被抓到。我是有罪。我听到一直看他，依照法律的规定我不判你罪也不行呢，这样好不好？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我判你罚10块美金，10块美金在1930年也算很大，我罚你10块美金。第二个就是你被关10天。他说：“法官，你关我10天吧，我没有钱呐，我如果有钱，我就不必去偷面包了嘛。可是关10天，我3个孙子谁来照顾啊？”我们看了说，没办法，照法律规定，我判你罚美金10块钱。那我一直哭。好，如果你没有交10块钱，你就要被关呢。这时候，一个人站起来，他说：“我就是这个市的市长。
今天他之所以会偷面包，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这个市里面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怎么去容许他去做没有东西吃？2个孙子饿了3天，我有罪，法官我也有罪，他有罪，我也有罪，我愿意付10块钱，他就把帽子拿下来，丢了10块钱进去，然后他又转身跟每个人讲：你们每个人在听的人都有罪，因为你们没有帮助他。每个人交5分钱、5毛钱，那个帽子拿下来，每个人就开始丢钱。结果他又发现到那个法官也走下来了，我也有罪，所以我也丢10块钱。所以他总共收了20块钱，然后还有这些零钱，然后丢了10块钱。市长就跟法官讲：那我交10块钱啦，替他赎罪。欠了钱，你就拿回去给你的孙子用。所以我们呼求上帝啊，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罪，可是我们不要看人家，就是你不对嘛，你有罪，我们要反省自己。如果他今天我们带他到教会来，他会犯罪吗？我们在照顾他，我们给他基督的爱，我们会犯罪吗？我们有责任呢。所以主耶稣说，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你们要召万民来给他受洗耶。给他归父子圣灵的名，会归你北家圣行的名呢。所以，我们呼求上帝给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要我们在你的面前要祷告寻求面，我们离开所有的恶行啊，我们就单单的来跟随你。我们坐着一边看他的歌词，一边来唱，用我们的心来。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你，我们转离所有的恶事，愿意单单跟随你。再次来，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祷告寻求你，我们转离所有的恶事，愿意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你的子民，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相信。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神。我们呼求你啊，爸父，是你的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我
前，主求你赦免我们。我们要以圣洁的心在你的面前，神你是圣洁的，我们要追求圣洁，跟随主的脚步，让一切的荣耀归我们主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备办心来准备奉献。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咱继续徛伫，咱来吟上吟402首。吟诗煞，咱请蔡长老替咱祝祷。愿救主领带我靠好，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愿求你甲我渡过。我希望用最肯定，心碎错是美好，这是我人生必须安嘛。我们仍然站着来领受主的祝福，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安慰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愿最后所给的稳定，特别上帝天堂现行的相通，今日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报告。我先来介绍，今仔日有几位新的朋友哈。洪春美、黄平，黄平，好，欢迎你哦。因是山林堡教会的会友哈，欢迎你咱会后才过来三交陪。阁有一位新的朋友是同阮山林堡教会妈妈。哦，好，欢迎欢迎。
欢迎你。哦。进前嘛来过哈，好。哦，特别人坐飞机来哈，好，欢迎你。好，消息报告哈，咱今日礼拜后共款有小组的分享哈。咱今日要查的是提摩太后书第4章甲希伯来书第1章到第3章吼。咱圣歌对今仔日的下晡吼，只本来写1点20吼要出去，咱即马要改12点半，12点半吼，请那个有要参加的迄个队员吼，会记得12点半吼，要前往迄个南港的那个教会培训吼，那请迄个队员来有比心吼。所以麻烦伫咧小组的时间吼，同好会当伫咧12点10分左右会当结束吼，互因有时间吼食1点迄个午餐吼。下礼拜日6月30 12点50，咱伫咧4楼要召开顶半年的迄个中级甲国团结同工的迄个交通甲检讨会咱是主要是顶半年的迄个就是研讨吼，甲分享，甲咱下半年要做的事工的规划，请中级甲团契同工会当出席吼。咱迄个伫咧小组的时候，麻烦逐个伫咧具体交通的部分会当代替身体欠安的会友来代祷，也为着两家吼，严志宏、郑慧文、严玉文、严玉芳、甲王珍珍、黄明翰、周文璇、黄蔚兰、黄蔚英、黄蔚欣他们这2家的家人的身心灵代祷哈。希望伫咧小组的时阵，逐个会当替因代祷。即马煞只咱要请泽博来替咱分享圣经的部分。代表我只是报告咱即礼拜进度是迄个提摩太后书第4章，甲希伯来书第1章到第3章。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的部分，就是讲到保罗伊对迄个提摩太一寡交代，佮伊就是特别训导的一个伊家己对家己的一个迄个算讲人生终点的迄个评价吼，迄读起来嘛是真激励人吼。内面嘛有足侪人民吼，拢是甲保罗是有真密切的迄个，拢是一寡足好的同工其实若要详细查吼，是会当用足侪时间会当来研究的吼。另外就是希伯来书的部分，希伯来书伊即本册算讲是伊的作者就是甲读者就是写的作者甲要写互谁的对象拢足侪看法拢分歧吼。作者的部分有人讲是迄个应该是甲保罗是思想是真接近的一个人，有人讲是可能是巴拿巴，有人讲是可能是亚波罗，还是希拉，还是迄个另外一个迄个白居拉吼，一个迄个一对夫妇吼，白居拉甲亚基拉。我是伫迄个以前迄个赖贝伟传道咧分享的时阵，伊讲敢若巴拿巴的可能性是较大。过来伊要写互写吼，即个受信人嘛是看法很分歧啦。但是有一个可能较确定的部分，伊讲可能是写互迄个伫罗马的教会。罗马的教会内面，佫是伊佫有
外邦人的基督徒甲犹太人的基督徒，啊，伊主要是写配合迄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吼，啊，啥怎敢若写是针对即部分的人吼，伊讲就是讲，因为迄当阵基督教伫罗马帝国抑阁是无合法的迄个宗教，啊，所以变做讲伊迄当阵尼禄已经迄个做皇帝啊，开始有对基督教有一寡迄个迫害，啊，伊就真侪迄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感觉讲啊，迄个也是咱迄个搁转来信迄个咱的犹太教吼，因想要离开基督教，要转去信犹太教，啊，但是你转去信犹太教有一个迄个条件，就是讲你转去犹太教的会堂，你爱否认耶稣啊，哦，你要否认说耶稣不是弥赛亚，啊，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咧算讲是迄个劝勉吼，勉励他，也是讲伊有一寡论述吼，要坑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吼，讲你已经得到最好的那个从各个角度啊吼，伊讲为摩西的律啊吼，也是为迄个咱伫以前犹太人有迄个透过天使吼，因为犹太教的迄个观念是讲，透过天使啊，甲互会当向迄个上帝来求。所以伊讲耶稣是比那个先知吼啊，比摩西，比天使啊，甚至比这个旧约的这个献祭的祭司，都是好的好多倍的了。哦，你已经得到最好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放弃这个最好的，回到以前那个次好的？哦，啊，所以这个作者伊伫伊的重点毋是讲要迄个论述迄个教义吼，伊是主要是也是迄个劝勉为主啊，所以伊伫伊的迄个论述甲迄个劝勉的比例吼，一开始是迄个论述偏多，啊劝勉是偏少，啊我们以后再念到后面的部分的时候，他就会发现那个比例有调整哦，就是那个教义的论述会越来越少，然后劝勉的部分就越来越多。对。那再来就是就是咱讲到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部分，就是咱拄则有讲到，就是讲迄个伊的论述有关摩西吼啊天使，还有一些旧约的一些规定，这些都是那个跟耶稣比都是那个耶稣都是那个胜出的哈。好，那大概以上简单介绍，谢谢。好，谢谢泽波哈。咱这是要来领受圣歌队的祝歌。
咱这是行平安礼吼，啊，煞只咱要小组会记的哦。